欢迎本集意大利梦幻小镇将带你来到位于特勒维索省的阿索罗镇。本集赶上了镇里每年举办的旅行者节，所以我们有机会发掘更多深藏镇里的秘密。阿镇市中心与周边的山谷里住着约9200名居民。阿镇获得无数奖项与认证，比方说意大利旅游俱乐部的长期认证。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欢迎来到意大利其中一个最美的村镇阿索罗镇。我们被意大利旅游俱乐部颁发了长期认证，也是整个威尼托大区唯一能让你感受到慢活的市镇。我们位处海拔300米的山区，周围山脉的景色随着春夏秋冬而变，跟平地相比与众不同。在历史感满满的市中心有大概400个居民，而其他人大多住在市中心以北的村落与平地。在古罗马时期，这里有号称能直达天庭的市政厅。阿镇也有不少已出土的古迹，而现在还不断地在平常百姓家里的后院被发掘出来。充满历史感的市中心耸立着一座大教堂，它既是大主教的圣座驻地，也本身是一座城堡。这教堂曾经招待凯瑟琳·戈尔纳罗女王，她曾经是塞浦路斯、耶路撒冷以及阿美尼亚女王，在15世纪时被威尼斯人放逐到这里来。随着女王的到来，我们镇的名字也在市上传开了。阿镇如今已招待过不同时期的名人，例如皮埃特罗·奔波与其他红衣主教、作家与地图制作人。阿镇还葬着一位著名的女士，艾莉诺拉·杜瑟，剧院的女神。她被住在这里的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哲和朋友们誉为女神。葬在他旁边的是另一位我们有幸招待过的著名女士，菲亚什塔克。她是一位活到100岁，在1993年去世的英国女士。在上世纪30到40年代，她作为记者、摄影师与作家，环游了中东的国家。在今天的叙利亚、伊朗与伊拉克，她写了一系列的报道与书籍，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在阿镇，我们将以它命名一个礼堂，纪念它的贡献。除了丰富的历史与雄伟的纪念碑以外，我们镇还被焦索埃·卡尔多奇誉为白景之乡。
随着季节，这里的景色也变化起来。从早上迷雾笼罩的太阳，到不同形状姿态的云朵，这些细节能表现出我们镇上的壮丽美景。不仅我觉得风光旖旎，很多著名摄影师也会认同。橄榄油，它与橄榄树是我们数百年历史的脉络。近年来，我们得知农业部与欧盟认证了阿镇出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因为这里种着此地独有的阿苏拉纳橄榄。除了橄榄油外，我们的酒也很有名，尤其是以下2种酒：第一，飞升国际的阿镇普索克意大利葡萄酒；第二，是刚在10年前左右重新发掘出来的拉卡蒂娜红酒。鉴于以上种种，我诚意邀请你来阿镇，你会发现我们的大门常开，各家各户都准备好迎接你的到来。各种商店陈列着本地珍品，承载了我们的特色。这里的博物馆也准备好，以精心策划的展览欢迎你。但是这里最美的是热情好客的居民，他们随时都可向你提供任何当地的资讯。各位游客们，请你来到阿镇，我们在此等候你的来临。阿镇的宗教传统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参观圣玛丽阿什塔大教堂吧。我们现在身处阿镇的大教堂，是镇的中心建筑。虽然只是在18世纪建造，但是我们仍然会说这是座古老的教堂，因为那次是在17世纪地震引发的大火，把原来教堂付之一炬后的重建。因此，这座经手多座威尼斯建筑的建筑师格里高·马萨里设计的教堂，你可看到它带有活泼而宽阔的线条。这教堂是根据圣母阿什塔命名，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雕像。在你踏进广场时，你会看到3角梅式上的马赛克。从那里走进教堂，你还会在底部的半圆形后殿看到提奇安诺·维加略所制的圣母阿什塔作品的复制品，它的真品位于威尼斯。然后这边有2幅罗伦佐·勒托的著名画作，左边的是圣人幽灵升天图，是约1500年的作品，有可能是由在15世纪流放至此，住在上面城堡的赫尔纳洛女王送给教会的礼物。罗伦佐还在教堂里留下了另一个标志，现在保存在圣餐小教堂里，它的受洗礼字体。现在这些字体还刻在一块特别的石头上。除此之外，教堂里还有一幅雅各布·巴萨诺的作品，
约在罗伦佐时代的50年后。圣母阿什塔欢迎与祝福所有来到我们教堂与教区的人，虽然它并非真正的市镇主保。真正的主保是圣普多斯莫，据说受圣彼得所托，前来威尼托大区传教。他也是帕多瓦的主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美丽的17世纪画像，上面描绘了圣普多斯莫为阿镇人受洗的景象，旁边还有圣彼得手指着城堡，代表着基督宗教在本镇传播的历史。教区的礼拜都在本教堂举行，在教宗庇护十世的荣光与带导下进行。庇护十世来自特雷维索，在利萨出生，后来成为了教宗。他原来的名字是 Giuseppe Shato。庇护十世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教士，直到伟大的教宗。阿镇的教区主教布鲁诺里神父在上世纪将一个圣坛用来纪念庇护十世。他管辖本教区将近60年，是庇护十世的崇拜者。在圣坛旁，你可以看到上述的画像。庇护十世不只曾经在这些土地上行走，也曾经在此接受象征进入修士状态的剃发礼。我想借此机会向全镇的教友呼吁，从身边的家人开始，对人友善。这不仅是基督宗教所要求的，也是尊重他人、接受彼此、能够原谅自己以及爱护自己的表现。因为这些特质在现代社会能为众人疗养社会带来的心灵伤害。在芸芸众多的节日中，我们邀请你一同参加每年在阿镇举办的旅行者节。现在，让我们与节日的艺术总监谈谈吧。旅行者节是奉献给各色各样旅游的节日，我们都会经常去旅游，接触不同的新鲜事。但是，我认为，在旅游时不可以太固守己见，因为旅游就是发掘新东西，改变自我与重生的旅程。因为我们认同以上旅游的意义，认为旅游就是最接近人生的比喻，所以我们将这节日奉献给旅游与旅行者。而节日的口号是：每个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当你有机会在一个地方深度游，体验那里的精髓，那个地方就活在了你的心中。旅行者节就像一把打开未被探索地方的钥匙。旅行者节的中心坐落在整个阿镇，包括政府建筑物、剧院与住宿，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平常不对公众开放的地方，所以即使是住在这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当一回旅客。我们现在身处萨拉德拉吉纳广场，这里是节日的其中一个场地。除了这里外，旅行者节另一个场地在菲亚大宅的花园里，两个都是绝佳的节日场地。菲亚大宅曾经是一位英国旅行家的居所，他为大宅庭院增加了虽然看似细小，但却非常个人的变化，就是从世界各地进口当地的植物，把它们非常和谐地种植到一起。例如从巴西来的植物。现在我们会前往圣彼得与圣保禄修道院，参观他的回廊、画满壁画的教堂，还会拜访斯派亚利大宅，参加他们的特别活动。
我们首先走进城堡里，踏进纪念埃里诺拉·杜瑟的杜瑟戏剧厅。他也是选择了阿震的游人之一。旅行者节的目标是重演耶稣年代晚餐楼的活动，在这经常招待戏剧、电影与传媒人的地方注入活力。凯瑟琳·科尔纳罗女王是第一个有远见的，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剧场的人，供知识分子与游人聚集的场所。这习俗流传了几个世纪。而在旅行者节中，我们想重新实行这个将阿震改行为世界各地游人好去处的理念。阿震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在地图上只有一小点，却是飞升国际的旅游胜地。在看似阿震渡旗中央咖啡馆，是节日里其中一条导向团的必到之处。旅行者节希望带给公众一块地图，标注着各条通往不同场景小径，每个场景都是一个旅程。旅行者节也会为游人提供本地资讯。我们诚意邀请你来参加这秋夏之间的节日。阿震将会以它最美一面欢迎大家。我们在阿震等候你在9月时大驾光临。阿震的美食绝对能挑起你的食欲，让我们开动吧！欢迎，我们现在身处多莫里餐厅，一所位于阿震历史中心，在城堡围墙下的传统意大利餐厅。远处还可眺望被不同诗人与艺术家誉为100种景色的山谷。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本地的饮食。这道现代重制版巴卡拉对我来说印象深刻。身为一个来自他方的大厨，当我第一次来到阿震时，我被这里深深吸引住了。鳕鱼作为代表维尼托大区与威尼斯的标志，你可以在科尔纳罗居住的城堡里看到鳕鱼的符号。而鳕鱼与在这古老的城堡围墙里生长的植物之一续髓子，以及在大宅庭院中生长的柠檬非常搭配。这边我们有一道油稍微煎过的波伦塔，配上脆香的鳕鱼，加上小许的柠檬皮，带出食物的清新味道。而咸咸的续髓子与其他食材有着鲜明对比。我们还有一道野味菜色，同一道菜冷暖搭配，突出其特色。这道菜最好配上本地出产的普罗塞克起泡葡萄酒。但是本地最古老的菜式是贝格里意面，我还为此对著名的酱汁贝格里意面做了一点研究。这道菜采用以全麦粉制成的贝格里意面，加上稍微融化的沙丁鱼与食油调味。在此，我改动了一下食谱，将贝格里意面配上蒜头、食油、辣椒与沙丁鱼，以一瓶Quaglio Manzoni 葡萄酒佐餐，最好不过了。这里的猪鸡十分有名，尤其是在威尼托大区声名远播。这里还会把金属煎锅称为 Tosaya， 使用以上的材料与器具。我将猪鸡先煎至金黄色，然后在锅里与火葱、洋葱、一半蒜头等香料一同烹煮，最后加上这些新鲜油炸的薯条，把猪鸡分好一份份。要把盆子装的 baliso， 就是满满的意思。配合佐餐的红酒有着重要的历史，因为这个酒
来自第一个酿出波尔多红酒级别的酒庄。这里我手上的是一瓶梅洛葡萄酒。我们的介绍以这道代表特雷维索的甜点结束，提拉米苏芝士蛋糕。这甜点如此经典，我就不再赘述了。对于这道名菜，我们配上一瓶混合了格雷拉以及恩夸雷奥、曼佐尼2种葡萄的葡萄酒，让你口水直流。我们在多莫利餐厅恭候您的来临。现在我们来参观阿镇重要的市民博物馆，里面诉说着阿镇的历史点滴。阿镇市民博物馆是镇上明珠，因为它娓娓道来着本镇的历史、艺术以及都市传说等等。它在1888年成立，是一位阿镇居民帕西法斯科马瑟图的重要遗产。他是一名对考古学有浓重兴趣的药剂师，留下了他为了筹备博物馆而收集的大量文物。他的收藏在20世纪时加入了其他珍贵的捐献文物。现在，博物馆的考察展览准确而有趣。在展览中，我们可以找到属于阿镇历史的证据，包括阿镇在公元前8到1世纪作为巴里奥、威尼托区的首府，以及后来古罗马时期作为罗马城镇的证据。这画廊里珍贵的展品，大部分由本地的教区主教格里科蒙贝托迪神父在1910年捐赠的。我们有个房间，纪念安东尼奥·卡诺瓦被赠予本镇荣誉市民以及市政顾问的称号。他设计萨拉德拉吉纳广场的杰出工作在博物馆里保存着，这里展览着他工作室的模型以及里面的作品。大教堂的宝藏也是博物馆另一重点展览的文物。最后的展览是纪念阿镇的著名女士们凯瑟琳·科尔纳罗女王和埃里诺拉·杜瑟。继续我们发现阿镇之旅。现在我们来见见旅行者节的友好埃多帕瓦。今年我会在节日上发布一部非常特别的纪录片，里面记录了在7个欧洲城市里的新移民，成为城里的向导，传承他们所在市镇与社区的特色与历史。这些向导团的目的是促进融合。焦索埃卡尔多奇将阿镇誉为百景之乡，而这里的确是拥有无限景色的，因为只要你稍移玉步，就足以改变你的视野，发现阿镇山脉的另一面。我们的小村落富有威尼斯的特色，村里建筑物的风格从威尼斯引进，被称为
重塑型歌德风格，迷人非常。我们将会持续在威尼斯画家笔下看见这种风格的画作。我想用本地话对观众们发出邀请，毋庸置疑，阿镇十分迷人，就像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美景，就像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故事。欢迎你来欣赏100面的景色，还有感受100种只有阿镇能提供的感觉。阿镇100面的景色与其他特色，等待你的发掘。若想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各集，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阿镇之旅告一段落，再见。